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08日大灣區工作室 channel 啊！咁啱啱嘅星期六嘅賽事啦，個 channel 咧個提供咧就扭咩唔到啦，因為咧個匹4號僅僅啊跑第四，即係跑唔到第三。如果跑到第三都叫即係包到嗰3隻仲喺度單 T 啦。但係咁樣付費會員嘅專區嗰度咧就傳嚟喜訊嘅，嗱睇睇啊有咩喜訊？咁嗰日咧就提供咗有2場嘅導贏啦，結果小鳥天堂就贏咗嘅。咁另外咧，大家會見到啦，第6同埋第9場嗰2場都係提供3匹馬嘅啫。咁其實頭2選咧都幸運地就已經中到 Q 啊，包括小鳥天堂搭海南寶啦。咁另外咧就係龍之輝嗰場啦，就係搭嗰匹嚟探歌。咁變咗咧就係2場嘅 Q 都中到，希望個成績繼續持續啊！咁大家如果有興趣 join 呢一個會員嘅話，就大家留意下屏幕右上角嗰度嘅 WhatsApp 電話，大家去發個信息去嗰邊咧，就會有專人回答大家嘅。咁另外仲有喎，嗱睇一睇啊！咁而咧，我哋不嬲離開嘅有位嘉賓啊，祖馬龍咧，原來佢啱啱嘅星期日咧都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嘅，佢就大字標題啦。見到咧就係中到尾場嘅愛馬仕，咁而呢匹馬嘅導贏心尾咧回飛回到去14倍，我就見佢近排咁當旺，所以咧今次都特登邀請咗佢咧。大家如果見片頭都知道咧，有個叫做聲演啊嘅嘉賓咧就係祖馬龍。咁睇下祖馬龍咧今次咧有啲乜嘢提供俾大家啦嚇。咁其實本來佢可以現身嘅，但係咧因為時間嘅關係，即係我呢邊咧要提早做呢個錄影啊，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就唯有交低一段咧錄音俾我，咁就同大家講下佢嘅心水嘅。咁跟住咧見到呢幅圖咧係個漫畫版嘅祖馬龍，咁就大家聽聽啊祖馬龍咧今次有咩提供㗎啦？歡迎收聽賽馬108，我係祖馬龍。咁有觀眾咧私底下留言俾祖馬龍就話，就想聽到祖馬龍嘅 tips，但係又唔想見到祖馬龍個樣。有見呢啲怪雞要求咧，其實祖馬龍都一一接受嘅。主要以馬迷嘅福祉去行先啦。今次簡簡單單啦，交低一隻馬俾大家，咁就係尾場嘅翠紅。其實對上嗰幾次比賽咧，祖馬龍都大力品提過呢隻馬㗎啦。我個人認為其實呢隻馬仍然有虛分在手。以上次比賽為例啊，其實呢隻馬咧不單止喺以前嘅比賽，而喺唔同嘅試閘咧都嘗試用一個放頭嘅跑法，似乎就比較合佢馬性。上場就一出閘咧，就竟然用一個嶄新嘅前所未有嘅跑法，就係刻意咁樣去留一留，留喺中游嘅位置，守第5位度啦。轉彎有3碟喎。其實去到呢啲咁嘅狀況，側身馬咧都未必蝕得起㗎嘛。當擺正唐太之後咧，竟然隻馬喺上場交出咗一個咁亮麗嘅衝勢，喺艾少禮胯下贏咗啦。呢啲側身有虛分嘅馬咧，其實都去到季尾啲階段，趁啲老大哥都好攰嘅時候，梗係用盡佢啦。練者竟然仲喺由上場到而家，我諗大概3個禮拜時間到啦。啱啱好回好氣啦呢隻馬，中間喺5月頭竟然又試翻課閘喎，惹起祖馬龍嘅好奇心啦。會唔會係呢啲側身嘅馬咧，即係火氣好旺盛試一泄火呢鋪可能或者會較文靜。會唔會喺艾少禮胯下聽聽話話咁樣去交出佢嚟香港之後第2場頭馬咧？祖馬龍都幾有信心對呢隻馬。獨贏位置啦，尾場睇下可唔可以贏翻啲車馬費啦。將呢個時間交翻俾張明啦。
大家贏多啲。好，啱啱聽到啊，祖馬龍咧，原來佢就提供第9場呢匹2號嘅翠紅啊。咁睇下呢一匹馬會唔會可以連捷啦？不過今次咧就會熱啲㗎啦。咁一陣間咧就再同大家重溫翻啊祖馬龍嘅心水啦。咁跟住咧就會睇翻嗱，今次咧就係、即係講完祖馬龍嘅心水之後咧，就到我今次喺 channel 提供嘅心水啦。我就揀咗第一場呢場第5班嘅1800米。首先咧就揀10號嘅皮具大師。皮具大師咧，如果睇翻咧，佢前一仗咧就除咗開篷眼罩、初戴面箍，我就成日好留意呢種配備嘅改動。其實嗰場嘅田草2000米，佢已經跑得唔錯㗎啦。全程由第一個彎嚇，即係個馬房彎啊，跟住咧對面直路啊，轉直路彎咧，全程都係望空走3碟。咁而當日嘅偏差咧都幾蝕，但係翻到嚟佢唔係好斷嘅啫，輸3個馬位。其實嗰場已經顯示呢匹馬個配備啱啦，同埋原來個表現都幾好。跟住咧佢就轉嚟跑馬地。其實1800路程咧佢就唔係初跑㗎啦，即係講第2度嘅場地，即係喺田草。但係咧谷草係初跑呢個1800，同埋咧就轉咗個跑法喎，因為佢不嬲隻馬就唔係話自己放啊，但係佢就好快咧出咗嚟跟手喺第2位。咁翻到嚟咧，佢直路已經出頭㗎啦，做一個咧段快嘅時間，都用成有超過1個馬位嘅距離咧，贏甩咗即係之後嗰啲對手，即係包括第2名嘅同寶寶嗰啲啦。咁我覺得呢匹馬咧係有進步嘅，咁同埋咧贏完之後其實佢都仲係好低分，今次都係孭多咗6磅嚟跑嘅啫，繼續跑呢一個1800米，有機會打碟贏，所以揀咗呢匹先啦。咁另外嘅選擇都有2-3匹啦，即係當然有包括嗰隻上次穿 Q 嘅8號同寶寶啦。其實8號嘅同寶寶咧喺嗰個配備度咧都有啲改動嘅，即係講近排，因為佢前一仗開始咧就係加大咗嗰個頭罩㗎啦。其實較早之前咧佢就轉咗一個眼罩嗰啲，即係嗰個叫做防沙眼罩。咁跟住咧再加個頭罩咧，結果咧2場嘅表現咧就越跑越個名次上咧都叫有進步。上次就同嗰隻皮具大師穿 Q 啦，咁而佢走位咧就成程走3碟嘅。當然啦，嗰日嘅即係跑道偏差咧，去到直路咧外碟係有利嘅，但係佢始終早段都係蝕啲咧，一來一回其實佢都唔係話太過賺嘅啫，所以佢個第2咧個水準咧都要專注。另外有一匹咧就係6號嘅傳承者，呢匹馬喺泥地1800嗰場咧都跑得近。僅即係冇個第3名嘅啫，佢同第3名好接近嘅。嗰場第3名咧係嗰隻大利好運，咁而大利好運啱啱嘅星期6賽事升上4班，都繼續即係叫做入到 Q 啦。咁所以繼續上到名啦嚇。所以呢隻傳承者咧證明都有1800米嗰啲氣量啊，同埋嗰個韌力啦。而上次跑嗰場谷草1里，我覺得個步速咧就偏慢些少，所以變咗對佢嚟講發揮上唔算太過適合嘅啫，因為你見佢之前跑得好嘅時候都係步速快啲嘅喺谷草1里嗰啲場合，所以今次咧跑1800米咧反而拉翻長少少咧會好發揮啲㗎，所以呢筆傳承者都有機會搏下佢入 Q 嘅。咁另外咧再揀落去咧就係4號嘅上市魅力，呢匹馬由上季尾至到今季初咧連場上名嘅，咁係去到後來咧即係講今季咧1月份嘅時候咧。嗰輪咧就有少少密跑咗啦，咁變咗個體力下降咗咧，個表現有少少走樣。但係今次唔同喎，唞翻咗成4個月，即係差唔多有4個月嘅休息期啦。呢啲馬如果跑得翻季初嘅水準，喺呢度咧都有權入下嚟㗎。加埋咧佢最近都有幾個大閘咧，已經係有晒啲準備功夫嘅，所以呢匹馬都可以考慮埋做一個配腳嘅選擇啦。好啊嗱，我綜合睇睇下今次啊，我哋。即係包括祖馬龍有啲咩提供啦？好，睇睇，先講咗我嘅提供先，我就揀咗第1場嘅正選有10號嘅皮具大師啦，跟住有6號傳承者、8號嘅同寶寶同埋4號上市魅力嘅。至於祖馬龍嘅提供咧，就係揀咗第9場2號翠紅啊。獨贏嘅選擇，
睇下我哋嘅喺 channel 嘅提供咧個成績咧可唔可以理想啲啦。咁另外咧，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，譬如有關於付費會員嘅資訊，即係到即日嘅有啲，包括有大約兩三場到啦嘅獨贏 WinPay 啊，有啲冷門嘅 WinPay 同埋有兩三場嘅 QT 嘅選擇，咁樣嘅話咧，大家想知多啲咧，可以參加呢個付費會員啦。大家留意下屏幕右上角嘅電話，大家 WhatsApp 佢嗰度咧就會有人回答你哋㗎啦。咁亦都大家如果中意呢一個賽馬108嘅 channel 咧，除咗撳訂閱掣咧，就歡迎大家 share 出去啦。最重要咧就係俾埋個 like 嚇，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嗰度留言嘅。節目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咯喎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